各位，歡迎收睇《回首2015全球風雲》。2015年喺恐怖襲擊陰影之下度過，伊斯蘭國呢個極端組織嘅名喺國際新聞入面出現，都同恐怖襲擊有關。伊斯蘭國發動嘅恐襲牽動全球。喺2015年將盡之際，巴黎受到歷嚟最嚴重嘅連環恐怖襲擊，令到浪漫之都陷入一片哀傷。喺2015年將盡之際，法國巴黎再次受到恐怖襲擊。一個星期五嘅晚上，巴黎市中心6處地點，包括劇院、球場、餐廳同埋酒吧，接連響起爆炸聲同埋槍聲。呢宗巴黎歷嚟最嚴重嘅連環恐怖襲擊，令到浪漫之都陷入一片哀傷。傷亡最慘重嘅係巴塔克蘭劇院。槍手闖入劇院，向觀眾掟汽油彈，又向人群亂槍掃射，當中有槍手引爆咗綁喺腰帶嘅炸彈。差唔多同一時間，喺法蘭西體育場附近傳出爆炸聲。當時喺度舉行緊法國對德國嘅足球友誼賽，當時法國總統奧朗德喺球場睇緊波，警方話喺球場外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而喺球場附近發生爆炸嘅差唔多同一時間，喺第10區同埋第11區，有槍手向多間餐廳發動襲擊。法國警方全城搜捕槍手，鎖定主謀係27歲嘅摩洛哥裔比利時公民阿巴奧德。佢喺幾日之後嘅警方突擊行動當中被殺。同佢犯案嘅兩兄弟，弟弟薩拉克同埋哥哥易卜拉恩，同阿巴奧德自小就相識。兩兄弟喺比利時出世，阿爾及利亞裔，不過就擁有法國國籍。薩拉克事後揸車離開巴黎，去咗鄰國比利時。追捕恐怖分子嘅範圍就由法國擴大到比利時嘅布魯塞爾，一個穆斯林聚居嘅地區。布魯塞爾一度將恐怖襲擊預警提高到最高級別，不過警方就揾唔到薩拉克嘅蹤影，而佢嘅哥哥易卜拉恩係喺襲擊咖啡店嘅時候引爆身上嘅炸彈喪生。而巴塔克蘭劇院恐怖襲擊案嘅3個槍手都係法國公民，佢哋曾經去過敘利亞，其中一個人被恐怖組織招募為成員。呢宗巴黎歷嚟最嚴重嘅恐怖襲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承認係佢哋所為。法國係有份參與以美軍為首嘅空襲伊斯蘭國據點嘅行動。伊斯蘭國曾經警告會向參與國發動襲擊。Les actes commis vendredi soir à Paris et près du Stade de France sont des actes de guerre. Il y a au moins 129 morts et de nombreux blessés. Il constitue une agression contre notre pays. 呢宗連環恐怖襲擊令巴黎民眾回想到1月嘅恐襲。巴黎早喺剛踏入2015年就受到恐怖襲擊，目標係查理周刊雜誌社。3個槍手闖入雜誌社嘅辦公室亂槍掃射，10幾個編輯、漫畫家同埋警察受到行刑式嘅槍擊。槍手係一對喺法國長大嘅阿爾及利亞裔兄弟，哥哥塞爾德同埋細佬謝里夫。阿蓋達組織嘅阿拉伯半島分支承認發動襲擊，報復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被侮辱。查理周刊喺受到襲擊之前曾經發表過被指褻瀆穆罕默德嘅漫畫。除咗法國，伊斯蘭國今年喺多個國家發動恐怖襲擊。3月，武裝分子闖入突尼斯嘅巴爾杜博物館開槍，同埋挾持人質，死者包括突尼斯人同埋遊客。3個月之後，突尼斯又發生恐怖襲擊。喺6月，一個血色星期五，突尼斯、科威特同埋法國相繼發生恐怖襲擊，由北非到歐洲，再到海灣地區，橫跨3大洲。槍手扮成遊客喺突尼斯度假勝地蘇塞一間酒店亂槍掃射，死者大部分都係歐洲遊客，係突尼斯歷嚟最嚴重嘅恐怖襲擊。而喺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一間什葉派清真寺受到自殺式炸彈襲擊。伊斯蘭國承認突尼斯同埋科威特嘅襲擊係佢哋發動嘅。
喺10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火車站附近發生2宗自殺式炸彈襲擊，係當地歷嚟最嚴重嘅襲擊。當局話爆炸係同伊斯蘭國同埋庫爾德武裝分子有關。喺5月，伊斯蘭國聲稱第一次喺美國本土發動襲擊，喺德克薩斯州嘅加蘭市，2個槍手走咗入去伊斯蘭漫畫比賽會場開槍，槍手被擊斃。伊斯蘭國話會場展示咗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負面形象嘅漫畫。7個月之後，美國加州發生槍擊案，係自911事件之後，美國本土14年嚟死傷最嚴重嘅恐怖襲擊。槍手喺加州一間殘疾人士復康中心嘅一個派對上開槍，佢哋係一對夫婦，法魯克同埋馬利克，喺警方圍捕嘅時候被擊斃。馬利克事發當日曾經以化名喺社交網站話效忠伊斯蘭國，而伊斯蘭國就宣稱2個槍手係組織嘅追隨者。總統奧巴馬再次呼籲要制定嚴厲嘅槍械管制法例，制止大型槍擊案頻密發生。喺10月底，俄羅斯一架客機原定係由埃及嘅沙姆沙伊克飛去俄羅斯嘅聖彼得堡，但係喺起飛之後冇幾耐就喺西奈半島墜毀。機上面217個乘客同埋7個機組人員冇一個人生還，死者大部分都係俄羅斯人。俄羅斯調查之後話爆炸裝置導致客機墜毀，而伊斯蘭國後嚟就發放照片，聲稱呢枚炸彈炸毀咗客機。而擊落客機係因為俄羅斯喺9月空襲敘利亞境內嘅伊斯蘭國據點。伊斯蘭國嘅恐怖主義行為，除咗發動襲擊，更加用斬首嘅方式殺害人質，受到國際社會譴責。巴黎恐襲之後，法國發動報復襲擊，出動戰機，大舉空襲敘利亞境內嘅伊斯蘭國據點，重點係喺敘利亞北部2年之前落入伊斯蘭國手中嘅城市拉卡。法國總統奧朗德就上咗喺地中海東部敘利亞對開海域參與打擊行動嘅法國航空母艦戴高樂號。戴高樂號會再轉去波斯灣，接掌美軍嘅指揮任務，繼續向伊斯蘭國發動空襲。經歷咗巴黎嘅恐怖襲擊，法國向歐盟國家請求軍事援助。歐盟3個最大嘅成員國之一英國擴大對伊斯蘭國嘅空襲範圍，由伊拉克延伸到敘利亞境內。英國空襲伊斯蘭國係有政治考量嘅，首相卡梅倫話係有利於保障英國嘅國家安全。至於歐盟嘅龍頭大國德國，亦支持法國派出旋風式偵察機、加油機同埋護衛艦。不過德國軍隊係唔會直接參與空襲同埋作戰。至於主導反恐戰爭嘅美國，聲稱話截至2015年12月初，由美國領導嘅聯軍已經向伊斯蘭國據點發動咗接近9000次嘅空襲。總統奧巴馬話會繼續加強打擊伊斯蘭國，阻止佢哋透過宣傳同埋其他手法喺世界各地滲透。We're going to defeat ISIS. And we're going to do so by systematically squeezing them, cutting off their supply lines, cutting off their financing, taking out their leadership, taking out their forces, taking out their infrastructure. 事實上，美軍喺2014年8月開始空襲伊斯蘭國喺伊拉克同埋敘利亞嘅據點，但係1年過去，收效唔大，聯軍仍然喺度奮力回擊伊斯蘭國，未能夠壓制到呢個組織嘅發展。一直拒絕派遣美軍地面作戰部隊嘅美國總統奧巴馬調整策略。喺12月，美軍同伊拉克政府協調之後，決定組建一支特種作戰部隊去伊拉克。特種部隊仲會隨時待命去敘利亞，呢個安排係希望能夠得到更多情報，以便將來發動更多有針對性嘅突襲。
伊斯蘭國令到全球陷入恐怖襲擊嘅恐慌之中。俄羅斯喺9月底開始，亦加入打擊伊斯蘭國嘅陣營，空襲敘利亞境內嘅伊斯蘭國據點，係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嚟第一次喺海外大規模出兵。呢個係俄羅斯嘅新中東戰略，喺中東得到反恐嘅主導權，希望借住國際反恐打破美國對俄羅斯嘅外交孤立。不過諗唔到嘅係，喺俄羅斯發動空襲1個月之後，就受到伊斯蘭國嘅報復，俄羅斯客機被炸毀，莫斯科隨即加強空襲伊斯蘭國，更加出動潛艇喺地中海東部海域敘利亞沿岸對開，向敘利亞北部城市拉卡嘅伊斯蘭國目標發射巡航導彈。而俄羅斯嘅空襲行動就引發俄羅斯同土耳其嘅關係緊張。事源係喺發動空襲個幾月之後，11月底，土耳其以領空被侵犯為理由，擊落俄羅斯一架蘇24戰機，戰機喺敘利亞嘅邊境墜毀。喺入侵領空方面，雙方各執一詞。普京就指責土耳其，話俄羅斯曾經視土耳其為反恐嘅盟友，但係就諗唔到土耳其背信棄義，對俄羅斯背後一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拒絕道歉，引發兩國關係緊張。俄羅斯宣布對土耳其採取一連串政治經濟報復措施。3歲嘅敘利亞小難民艾蘭庫爾迪伏屍喺土耳其海灘嘅相片震驚世界。艾蘭嘅爸爸帶住太太同埋2個仔，同11個偷渡客，逼上一艘只能夠載住4個人嘅小船，由土耳其駛去希臘。途中因為船隻嚴重超載而傾覆，艾蘭嘅媽媽同埋哥哥葬身大海。佢嘅死亡敲響咗難民危機嘅警鐘，好多經水路去歐洲嘅難民中途就浸死咗。有難民坐貨櫃車偷渡，喺車裏面就窒息死亡。今年大約有150萬難民進入歐盟國家，包括非洲同埋中東難民。佢哋為咗逃避戰火，或者係找尋更加好嘅生活，沿住水陸兩路湧入歐洲，令到歐洲面對自2次大戰以嚟最大嘅難民危機。好多敘利亞難民將土耳其作為進入歐洲嘅跳板，佢哋先由陸路到土耳其，然後經過希臘、匈牙利同埋奧地利。大部分難民嘅最後目的地係德國、法國或者英國，而奧地利同埋匈牙利等國家就採取措施，壓止難民大量湧入。德國就係收容難民最多嘅國家。總理默克爾處理難民危機所表現出嚟嘅承擔同埋果敢決斷，贏嚟國際嘅讚賞，獲《時代》雜誌選為2015年度風雲人物。難民問題困擾歐洲，德國明鏡週刊就指出，美國製造咗敘利亞嘅難民悲劇，但係就要歐洲嚟到承擔後果。亞洲電視與你共享歡欣，全城繽紛。聖誕去邊度好呢？不如就跟蔡神去日本歡度佳節啦！聖誕大餐就係要放開懷抱，食，食，食啊！太好食啦！其實留喺屋企同家人慶祝，都係另一種幸福嚟㗎。蔡瀾亞洲1樂也，今晚10點，本港台。陰謀四伏，商場如戰場。公司而家要緊縮開支，不如由年紀大同人工高嗰班人開始，裁走佢哋。奸情曝光，容忍到達底線。你而家竟然走嚟佢屋企同佢幽會！老婆。
粉紅色唇膏，星期一晚8點半，本港台。新世代財經資訊節目，扭盡分析角度，發掘無限致富機遇，時刻關注搶盡先機。溫瓊財經，星期四五晚上9點半及星期日晚8點半，亞洲台。平常小菜加入滋味醬料，即時升呢變為大師級佳肴。蝦咧好特別嘅喎，佢一攣起嚟就可以起得噶啦。想知點樣配搭？咁就要留意八珍呈獻珍饈百味。星期一、星期五晚上7點半，本港台於天南地北時段內播出。各位繼續回首2015全球風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二次大戰結束70週年講話，迴避為戰爭罪行直接道歉。南海爭議繼續係國際熱點議題，美國插手亞洲事務，令到亞洲局勢複雜化。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唔理會在野黨嘅強烈反對同埋民間嘅抗議聲音，強行表決通過咗安倍政府提交嘅安保法案。法案嘅核心係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自衛隊喺海外嘅軍事活動，係二次大戰結束以嚟日本安保政策嘅重大改變，意味住日本徹底拋棄咗和平憲法同埋專守防衛嘅國策。喺8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日本戰敗70週年講話，佢迴避直接道歉，只係以回顧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嘅方式，間接提及反省同埋道歉，並且聲稱戰後出生嘅日本人唔應該背負謝罪嘅宿命。我が國は先の大戦における行いについて繰り返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してきました。戦争の惨禍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事変、侵略、戦争、いかなる武力の威嚇や行使も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もう二度と用いてはならない。植民地支配から永遠に決別し、すべての民族の自決の権利が尊重される世界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015年嘅南海爭議有新嘅發展，中國被指喺南海嘅主碧島同埋美濟礁填海造地，成為咗國際嘅焦點。英國一份週刊報導，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喺島礁加緊建築可作軍事用途嘅跑道。一心重返亞太嘅美國，聯同區內嘅重要盟友，包括日本，多次喺國際舞台上面聯手抨擊中國喺南海島礁嘅建設，話擔心中國喺南海建立軍事基地，會以武力威嚇區內國家，加劇區內嘅緊張局勢。美國同埋日本等國家齊聲呼籲中國要遵守國際法，立即停止填海造地。喺北京，外交部多次回應，指中國冇需要通過喺島礁嘅建設嚟去強化領土主權，呼籲個別國家唔好再煽風點火。事件沒完沒了，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7月就乘坐美軍嘅反潛偵察機喺南海空域巡航，更加暗示美國海軍可能會喺南海部署更多嘅力量。佢嘅講法喺10月得到落實，由日本橫須賀港出發，前往南海嘅美軍驅逐艦拉森號駛入有主權爭議嘅南海水域，接近主碧島同埋美濟礁12海里嘅範圍裡面。外長王毅警告美國唔好再輕舉妄動，無事生非。
喺8月，泰國曼谷市中心著名景點四面佛附近發生爆炸，20人死亡，包括2個香港人，另外有100幾人受傷。警方拉咗2個同爆炸案有關嘅新疆維吾爾族疑犯，軍事法院控告佢哋10項罪名，包括謀殺同埋串謀策劃爆炸。泰國警方指出，10幾個疑犯係屬於一個人口販運集團，佢哋發動襲擊係針對泰國政府打擊偷渡活動嘅報復行為。喺7月，斷交超過半個世紀嘅美國同古巴恢復外交關係，終結冷戰殘餘。美國總統奧巴馬後嚟同古巴領袖勞爾會面，商討解除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國對古巴實施嘅經濟封鎖同埋貿易禁運。恢復外交關係只係兩國關係全面正常化漫長而艱難過程嘅第一個階段。美國仍然未全面解除對古巴持續咗半個幾世紀嘅經濟制裁，令到美國同古巴呢對宿敵破冰，較中方制國功不可沒。呢位幕後推手就寫信俾奧巴馬同埋勞爾，敦促兩國化敵為友。梵蒂岡亦為美國同埋古巴談判團提供場地。方濟各係一位走進人群、走進世界嘅教宗，佢毫不猶豫咁介入俗世政治，為世界和平發揮自己獨特嘅影響力。今年係伊朗核問題重要嘅一年，溫和派總統魯哈尼2013年上台之後，對西方嘅敵對態度開始轉變，同中國、英國、美國、法國、俄羅斯以及德國談判，釋出善意，願意凍結核計劃。直到今年4月，談判出現咗曙光，各方就伊朗核談判主要嘅問題達成咗框架協議，最終喺7月達成協議，結束長達12年嘅爭拗。伊朗核問題解決咗，不過國際社會仲未可以鬆一口氣，因為另一個核問題嘅焦點國家北韓喺今年嘅8月重啟寧邊核設施，核反應堆回復正常運作，聲稱係要改善核武嘅質量同埋數量，同時亦都擴大開採可以提煉製造核武嘅必須原料鈾嘅工作。北韓警告美國等對北韓敵對嘅國家，如果再有敵對嘅政策，北韓已經準備好喺任何時候以核武對付佢哋。而喺12月，北韓宣布擁有自製氫彈，聲稱準備用氫彈同埋核武徹底捍衛國家主權。對緬甸民主進程嚟講，2015係標誌性嘅一年。11月，緬甸舉行2011年脫離軍政府管治之後嘅首次全國選舉，被視為係緬甸25年嚟最開放同埋最自由嘅選舉。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基領導嘅全國民主聯盟喺大選之中取得絕大多數嘅議席，足夠單獨籌組新政府，並且推舉總統人選。由於昂山素基嘅已故丈夫同埋佢2個仔都係英國人，根據緬甸嘅憲法，佢唔可以出任總統。不過昂山就話，由於佢係勝選政黨嘅領袖，佢會出任一個凌駕總統嘅職位，以執政黨領袖嘅身份作出所有嘅決定。呢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國家嘅民主奮鬥，接近30年嘅鬥士睇到國家出現民主曙光。昂山素基同緬甸總統吳登盛以及軍方領袖會面，商討點樣確保順利移交權力同埋未來合作。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3月逝世，享年91歲。新加坡政府為李光耀舉行國葬儀式，數以萬計民眾喺滂沱大雨之下夾道告別，感謝佢帶領冇天然資源嘅新加坡成為亞洲4小龍之一。喺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迎嚟首個大選。李光耀嘅大仔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領導嘅人民行動黨最終喺大選之中大勝，取得接近70%嘅選票，喺89個國會議席裏面贏咗83席。分析認為李光耀喺政壇仍然有影響力。5月，南韓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第一宗確診個案嘅男子曾經去過中東。呢一次疫情接近200人確診，38人死亡。
疫情重創咗南韓嘅旅遊業，去到7月底，南韓當局宣布疫情基本結束。美國喺2015年繼續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分子，行動之中出現咗一次重大失誤。無國界醫生位於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嘅創傷醫療中心被美軍 AC-130 戰機誤炸，造成最少40人死亡。美軍喺個幾月之後公布調查報告，承認係美軍錯誤將醫療中心當作成塔利班佔領嘅建築物。美國總統奧巴馬道歉，無國界醫生就猛烈抨擊美國，強調醫療中心位處於當地多年，國際社會清楚知道醫療中心嘅坐標，指美軍犯下咗戰爭罪行。尼泊爾4月底發生黎克特制7.9級強烈地震，係2015最嚴重天災。當地政府強調，所有入境嘅物品都必須要先檢查，導致到大量物資同埋國際救援組織未能夠及時抵達災區救災。大批災民喺地震發生之後1至2個星期，都仲要喺街上面露宿。帳篷同埋藥物等等嘅救援物資未能夠到達災民手上。7.9級大地震之後餘震不斷，加上救災嘅工作緩慢，旅遊業大受打擊。當地唔少歷史建築物都有過百年歷史，重建同復修嘅工作相當艱巨。喺巴黎舉行嘅聯合國氣候峰會達成首份獲得國際社會確認嘅氣候變化協議，要求世界各國喺今個世紀末控制全球氣温上升唔高過工業革命前嘅攝氏2度，並且要致力控制升温喺攝氏1.5度之內。發達國家2020年起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最少1000億美元援助，2023年起每5年就會檢討一次減排嘅成效，世紀末實現並且達至零排放。同大家回顧完2015年國際大事，祝大家有一個豐盛嘅2016年，亦都祝願世界和平。再見。